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2，诗篇136篇1节安尼讲：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三甲来祈祷，至善佮慈爱永远存续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满有慈悲、满有怜悯、无快受气，佮有丰盛慈爱的疼痛上帝。主啊，你对创世以前就认捌阮，你对阮未出母胎就经选阮。主啊，你知影阮一切的心思意念，你也深知阮一切的所行所做。主啊，你定着阮的性命，令你无比的疼来疼阮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伫任何的境遇中，拢通得到你的帮赞甲扶持。主啊，因为你欢喜阮、疼阮，要将一切的好赏赐阮，因为你是至善，你的慈爱永远存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